大家好，我是 K 先生，天然先生做运动。待会我们在运动之前记得要暖身。等一下我们会前弓后箭，让我们的脚往后延伸，是伸直的。让我们的双手慢慢的往上延伸。回来之后，再换边换脚，慢慢的往上，把身体往后仰，再回来。记得我们前面的脚啊，膝盖一样对准脚尖，脚往后延伸，踩稳之后，我们让两只手慢慢的往上，往后仰，回来，再换边，往后，慢慢的双手往上延伸，记得配合呼吸吐气，往后吐气，慢慢的让双手往天花板的方向延伸。回来，再换边，脚是往后的，让后面的脚尽量的伸直，会去延展到我们的大腿的前侧，还有我们的腹部。吐气，慢慢的往上。回来之后再换边。好，第二个动作啊，我们会让你的两只脚往前跨，身体会往前脚的方向去旋转。往前有点蹲下去，身体往前脚的方向去延展，回来，好，记得是往前跨哦，往前蹲下去，身体再慢慢的去延展。延展的时候，我们的手掌心可以朝上，跨出去，往下蹲，慢慢的去延展我们的胸口，回来，再换边，往前跨出去。膝盖脚尖一样面对正前方，再慢慢的去转动我们的胸口，回来，再换边，脚跟踩稳，慢慢的去转动，再换边，吐气的时候把我们的胸口延展开来，接着调整一下呼吸，掌心朝上，活动一下我们的肩膀。回来之后啊，我们双手放在我们的胸前，手腕慢慢的去活动，活动一下我们的手腕。接着我们让双手往前延伸，把胸口往后推出去，让我们的背弯弯的，像抱着一颗球一样。这个时候膝盖可以微弯，吐气，向前，手往前，肚子往后，再慢慢回来，吐气。手往前，背弯弯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让两只手放在我们的身体后方，我们去延展我们的胸口，手就慢慢的往上延伸，再回来，让肩膀稍微放松，吐气，慢慢的往上延伸，再回来，吐气，往上，再慢慢的回来。接着让我们的肩膀稍微活动一下，肩膀放轻松，手腕一样再活动一下。做完暖身之后，待会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运动咯。大家来做运动咯。待会啊，我们要做的是拳击的运动。等一下，我们一样先把你的脚踩稳，让你的前面这只脚朝向12点钟的方向，后面的这只脚我们朝向2点钟的方向。好，想象我们的这个地板有一个大时钟，前面的脚朝向12点钟的方向，后面的脚朝向2点钟的方向。好，双手啊，我们先放在我们下巴的位置，让我们的肩膀稍微活动一下。让我们的肩膀尽量的放轻松，比较不会容易耸肩哦。记得我们的手掌心面对自己，手掌心面对自己，让我们的身体像弹簧稍微点一点，让我们的膝盖都是保持有弹性的。好，回来之后啊，记得让我们后面那只脚就是我们的右脚，不要让你的脚跟踩死在地板上哈。我们让脚跟是稍微有一点点弹性的。好，脚跟是稍微有点弹性的。好，我们先练习一下，复习一下。刺拳，让我们的手伸直往正前方，
让我们的身体要跟着去旋转。中指面对正前方，不要让我们的手腕掉下来，也不要抬起来哦。好，回来之后我们会换到直拳，直拳我们的手用力的打出去，拳头要让它抓紧。这个时候我们的右脚就很重要哦，右脚要跟着去转动，带着我们的身体，带着我们身体的力量往前去延伸。回来，接着我们练习上勾拳。上勾拳呢，我们是由下往上上来。大家要记得我们的手肘要固定好，不能变成用捞的，不能变成用捞的。所以我们让手肘固定好，先往后摆好姿势之后，就顺势的打上来，让我们的拳头大概在我们的下巴的位置就要停住喽。好，右手一样，上勾拳往上，让我们的拳头到我们下巴的位置就要停住喽。好，回来之后啊，待会我们要介绍的是侧勾。侧勾我们用我们的左手一样由外往内，大家记得我们的左手手臂跟地板是平行的。回来，我们先把刚刚的动作衔接在一起，视拳、直拳、上勾、上勾，最后侧勾。好，记得侧勾一样停在我们身体的正中心的位置。回来，再一次哦，视拳。直拳，上勾，上勾，侧勾，让我们的手臂跟地板是平行的，让我们拳头掌心朝下。好，打完之后啊，我们的手记得都要回到我们下巴的位置，调整一下呼吸，我们练习一下我们的闪躲的技巧。闪躲，我们的手一样放好到我们的下巴的位置。让我们的身体画出一个像 U 英文字母 U 的字形，慢慢的由下起来，会需要用到我们大腿的力量。想象一下，前面有一个人要攻击你，你要去闪过他的拳头，下去，回来，让我们的手都要摆好到下巴的位置哦，待会出拳的时候才会比较快速。调整一下呼吸，我们就把动作衔接在一起。记得前脚面对12点钟的方向，后面的这只脚朝向2点钟的方向。调整一下呼吸，视拳、直拳、上勾、上勾、侧勾。回来之后，我们再接一个闪躲，由下往上站起来，肩膀放轻松，手抓紧在我们下巴的位置。再一次哦，视拳、直拳，身体要跟着去转动。上勾，上勾，侧勾由外往内，回来之后再做出闪躲，蹲下去。好，记得在蹲的时候，我们的眼睛都要看着正前方，看着你的对手哦。好，手放好在我们下巴的位置，刺拳、直拳、上勾、上勾、侧勾，回来之后蹲下去。胸口跟我们的眼睛都要面对正前方。好，调整一下呼吸，我们先让你的肩膀放轻松，活动一下肩膀。好，手稍微活动一下我们的手腕。那检查一下我们的脚有没有踩到对的位置，让我们的左脚在前面，右脚在后面。左脚朝向12点钟的方向，让我们的右脚朝向2点钟的方向。手放好到我们下巴的高度，身体放轻松，像弹簧一样点一点，膝盖微弯，后面的脚跟不要踩死。手抓紧之后啊，我们就要准备去做出刚刚的组合拳喽。刺拳，吐气往前，直拳，上勾，上勾，侧勾，回来之后蹲下去，看着你的对手，再一次哦。刺拳、直拳、上勾、上勾、侧勾、闪躲，大家做得很好哦。手抓紧在我们下巴的位置，调整一下呼吸，肩膀放轻松。再一次哦，刺拳，让你的肩膀去往前延伸，让你的肩膀去靠近我们的下巴。回来之后，直拳也是一样哦。让你的手尽量的伸直往前，好，想象一下我们的手变得很长的感觉，要打到你的对手。回来，上勾，手肘帮我固定好，打上来，停到我们下巴的位置。
回来之后再换边，打上来，停到我们下巴的位置。接着我们侧勾由外往内，手臂跟地板是平行的，让我们的手掌心面对正下方。回来之后，我们要做一个闪躲的动作，就是画一个 U 字形，由外往内起来。接着踩稳之后，保持好平衡，我们再回到手的动作，刺拳、直拳、上勾、上勾、侧勾。先把2只手放回到下巴的位置，我们再做出闪躲的动作，调整一下呼吸。我们动作要加快喽。手放好到我们下巴的位置，刺拳、直拳、上勾、上勾、侧勾、蹲，很好，闪躲，刺拳、直拳、上勾、上勾、侧勾、蹲，很好。速度慢慢的加快，你可能会觉得会有点喘，表示你的心肺正在提升。调整一下呼吸，慢慢的往前伸直我们的手臂，上勾。上勾、侧勾，回来之后闪躲，非常好。刺拳、直拳、上勾、上勾、侧勾，蹲下去，非常好。蹲下去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你的大腿要用力。好，调整一下呼吸，肩膀放轻松。我们再一次哦。刺拳、直拳、上勾、上勾、侧勾。手放好，再蹲下来，很好。拳击啊，它是一个有节奏的一个运动，所以我们就照着自己的速度去操作就好。手放好到我们下巴的位置，刺拳、直拳、上勾、上勾、侧勾，蹲下去，很好。刺拳、直拳、上勾、上勾、侧勾，蹲下去，很好。那会觉得有点喘是正常的，因为我们动作已经有加快了啊。好，调整一下呼吸，吐气往前。好，跟着我们的动作，吐气的时候手挥出去，很好。记得吐气的时候手伸直，好，拳头用力往前挥出去。回来之后一样蹲下去，千万不能憋气哦，在我们运动的过程中千万不能憋气。调整一下呼吸。肩膀放轻松，检查一下我们的脚的位置有没有踩到正确的位置哦。脚尖面对正前方，后面的这只脚朝向2点钟的方向，手抓好到下巴的位置，不要让肩膀抬得太高。刺拳，手伸直，让你的肩膀靠近我们的下巴。直拳一样，让我们的手尽量的往前延伸，记得我们的拳头抓紧，中指面对正前方。回来之后，做出上勾的动作，手肘帮我固定好。上勾也是一样，让你的拳头打在我们下巴的位置。最后侧勾由外往内，手臂跟地板是平的，拉手腕一样固定好哦。回来之后，做出一个闪躲的动作，非常好。调整一下呼吸，我们再一次，刺拳、直拳、上勾、上勾、侧勾。蹲下来，非常好。开嘎周周咚后，那我们就可以休息一下喽。开嘎来周运通喽。待会啊，我们要做的运动是上肢的训练。等一下我们会训练到我们背部的力量跟我们的肩膀的力量。那今天我们会用到的道具啊，就是我们的弹力带。弹力带啊，它有分很多的磅数，好，就是所谓的重量，所以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。那弹力带的重量啊，都可以自己去调整，好，都可以去自己去调整这个难度。如果让2只手抓得越靠近，难度就会越高；那2只手抓得越远，难度就会越轻松。好，所以难度都可以自己去调整哦。第一个动作啊，我们会做的是划船，划船的动作是训练到我们的背部，训练到我们的背部，还有我们的手臂的前侧。待会啊，我们先坐在椅子上。让我们的2只脚啊稍微伸直，膝盖微弯，我们的脚尖会面对正上方。那帮我把弹力带绕过我们的足弓的位置，绕过我们的足弓的位置。一样，先检查一下2边的带子有没有差不多一样的长度，好，不要一长一短喽。接着我们让2只手靠近我们的脚，
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弹力带变得比较紧一点点，一样要维持好我们的身体是抬头挺胸的，千万不要驼背喽。调整一下呼吸，我们的身体会微微的往前倾，背杆挺直。吐气的时候，我们会让2只手一起往上拉上来，再慢慢的回去。吐气的时候往上拉上来，再慢慢的回去。那做的过程当中啊，要注意拉上来的时候千万不要耸肩，肩膀尽量去放轻松，让我们的手肘带着我们的身体往后靠近我们的背，再慢慢的回去。吐气往后，让我们2只手把背部去收紧，再慢慢的回去。吐气往后，再慢慢的回去。那这个动作啊，一样我们可以做个10下，可以做个2到3组。好，那我们就一起来操作哦。调整一下呼吸，吐气的时候往上，1、2、3、7，记得呼吸吐气哦。6、7、8、9、10，很好。记得让我们的肩膀放轻松，调整一下呼吸。好，那待会啊，我们转向侧边，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动作。一样，让我们的弹力带绕过我们的双脚的足弓的位置，千万不要绕到脚尖上，因为这样子往上拉的时候很容易弹到自己哦。好，背杆挺直，抬头挺胸，身体慢慢的往前。吐气的时候，我们的手肘会稍微超过我们的身体，再慢慢的回去。吐气的时候，我们的手肘往上拉的时候，会稍微超过我们的身体，再慢慢的回去。让我们的背后啊有2块肩胛骨，对不对？我们背后有2块肩胛骨，在往上拉的时候啊，你会感觉到我们的肩胛骨会往内靠近，会去收紧。在往上拉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我们的背部的2块肩胛骨会往内靠近，去收紧。那记得呼吸吐气很重要哦。在我们拉动我们弹力带的时候，我们嘴巴是吐气的；在我们拉动我们弹力带的时候，嘴巴是吐气的。记得抬头挺胸，吐气往上拉上来，让我们的手肘超过我们的身体，吸气再慢慢回去，吐气往上拉上来，吸气再慢慢回去，吐气让我们的手肘超过身体，我们的肩胛骨会往中间去靠近，去夹紧，再慢慢的让双手伸直，回去到原本的位置。这个动作啊是训练我们的背部的力量。好，如果常常去操作的话，也比较不会容易驼背哦。待会第2个动作我们会去做到的是我们肩膀的力气，会需要用到我们肩膀的力气。在做的过程啊，记得都要准备一张稳固的椅子。待会让我们的弹力带绕过我们的臀部，那我们就坐下来。一样，先检查一下我们2边的距离有没有一样的位置哈，有没有一样长。抬头挺胸，我们2只手抓紧在弹力带的边缘。吐气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像举手一样，让2只手往上，往天花板的方向往上举高。吐气往上伸直，尽量让我们的手臂是贴紧我们的耳朵的。吸气，我们就慢慢的下来。这个动作难度比较高，因为平常我们手比较不会那么容易举得这么高哈。调整一下呼吸，往上举高，吸气下来，吐气往上举高，吸气下来。那如果觉得这个难度太高的话，我们也可以不用2只手一起，我们可以1只手1只手慢慢来，吐气往上，这样相对就会比较轻松。下来之后再换边，往上举高，再慢慢的下来，吐气
往上举高，吸气慢慢下来。要记得我们的拳头都要面对天花板，手腕要是直的哦，手腕要让它是直的哦。吐气，伸直举高，再慢慢的下来。吐气，手伸直往上举高，再慢慢的下来。好，让我们来看一下侧边的动作。一样记得让我们的弹力带绕过我们的臀部。检查一下我们两边的带子有没有一样的位置哦，不要一长一短的，不要一长一短的。好，这个时候记得我们的手肘稍微往前一点点，不要打得太开。手肘在我们的身体的前方，不要打得太开。吐气，我们的手举高往上，伸直。吸气，慢慢下来。吐气，举高往上，伸直。吸气，慢慢下来。然后注意我们的拳头要面对天花板，不要让它往前哦，要让它往上延伸，再慢慢下来。好，让我们的拳头往正上方延伸，再慢慢的下来。如果可以的同学我们两只手可以一起往上吐气，吸气下来，往上吐气，吸气下来。那如果觉得这个难度太高的话，我们可以一只手慢慢的去操作。好，一只手，这个弹力带的难度就会降低很多哦。过程中如果觉得肩膀、肩颈会有点酸痛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稍微休息一下。这个肩膀的动作主要是在训练我们手臂外侧的肌肉。如果觉得脖子、肩颈会有酸痛的感觉，我们就下来休息一下。调整一下呼吸，检查一下我们的手肘要在肩膀的正前方。吐气，我们就让你的手往正上方举高。吸气，慢慢的下来。吐气，往正上方举高。吸气，慢慢的下来。吐气，举高。吸气，下来。记得左右手都要去做到哦。好，也可以两只手一起往正上方举起来，再慢慢的下来。吐气，往正上方举起来，再慢慢的下来。这个动作就是训练我们的肩膀的力量。好，所以今天我们介绍了2个动作。第一个是我们弹力带的划船的动作，弹力带划船的动作是训练我们的背部。第二个动作其实就很像我们平常举手往上举高的动作，就会训练到我们的肩膀。好，这2个动作都非常重要，因为也是现在的人比较少会用到的地方。好，也是现在人比较少会用到的地方，所以记得回家都可以多多去操作。一次的话可以做1到10下，那可以做个2、3组。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结束，大家做到懂后哦。